就是因为这个外送员真好赚，送愈侪单，走愈侪抓，就赚愈侪，所以袂少的外送员规期是改全职。一个月若走有50单，要赚一个6万块，毋是问题。但是做这道就是靠努力，嘛无可能有升官的机会，敢有前途咧？少年人都爱多多来思考。超到一冲出一台乌托邦，毋是真一大音。短短30秒，有8台送餐的乌托邦伫冲，世界有够细，一个路口，倒边正边拢是送餐的，前前后后拢同款。你吃饭了没？我真要吃饭。你真要吃饭？对啊，对啊。忙到现在都2点多了，好辛苦。那为什么要做？因为时间还是很自由。2个礼拜大概1万多块吧。1个礼拜赚1万块。一天50多吧。50多个单，你们家1个礼拜可以赚多少钱？2万多吧。伊是小杨，今年24岁，是送餐的菜鸟啊，才走半年尔。伊本来是自助餐的总铺师，炒菜炒6年，做假的，即马变成送假的。如果你自助餐1个月大概多少钱？4万，就这个5、6万的，赚多少自己决定的，因为是死薪水吧。你觉得这有没有办法做一辈子啊？没办法的，也不算是一技之长。因为只是现在还不知道要换什么工作，就先暂时做。拢是暂时做的，因为人客有够多，有的是愈做愈久。是讲有法度避免大手超好，也毋过伊原法度避免风吹日晒。尤其是抢饭碗的人是愈来愈多，这个头路是肉包铁，也毋过这个饭碗毋是铁做的。这个没有办法做一辈子了。你有看到7老80做外送员吗？那很危险的。